继续来看台东大学附属的体育高级中学，饲23只流浪狗，学生会轮流来饲狗，甲狗仔洗身躯。这学生佫甲人甲狗仔的故事拍做微电影，参加教育部的比赛，摕到冠军，嘛，互人看到人甲狗仔之间，互人感动的迄份感情。 今日国立台东大学附属体育高级中学，除了有师生，也有23只狗仔，每一只狗仔拢有家己的任务。对啊，要是你没有停下来跟警卫确认，他们就觉得像是叫你提出犯罪。伫大门警卫室，狗仔负责顾门口，真中一宿也有几只。学校的车库架放水电、木工材料所在，这狗仔拢认真的看守。同学，你们不要紧张，他们只是做样子。 这古水的狗仔自由自在，生活伫校园，无共单位所饲出来的狗仔，嘛拢有无共的个性。等同学一放箭，他就会冲出去追箭。 33公顷的校园，就饲23只流浪狗。老师嘛鼓励学生，甲狗仔互动的过程拢翕来，参加影片精选，得到评审的喜爱，摕到冠军嘛，有同学拢真欢喜。想说拍拍看，然后就怎么到第1名。 其实这狗仔都亲像是你好朋友。每次练习很累的时候，摸摸它们，会觉得很放松，可以消除疲劳。透过甲狗仔互动，学习珍惜甲爱护生命，这款的过程一定为这群学生带来更较侪正面的能量。